是一个三台大台湾一个很的信仰是我要讲的我是生命性的存在的艺术，就是讲这个台语所说天才，我刚刚讲天才意思，是阮学习王志荣过的作品，我问过伊讲，这本册是拢是你的经验吗？伊讲，无一定是家己的经验，我讲是身躯边的人拄着的经验，对伊有冲击，所以伊甲写做一个故事来解决伊想要解决的问题。一种所在的主题不在啥哦，乡土情、父母情较情较伤。我咧讲天才所在艺术哦，因为王志荣伊是一个真侪新闻的作家，伊是读书是历史教书、评论家、新学家、画家、文学家，伊有足侪的新闻，所以伊咧创作时阵伊有伊的历史性，所以。一写出来语言就是跟王志文他写的时候，这个是王志文伊的历史。咱来看伊的历史哦，第一个主题情况，我讲过，因为伊有足侪新闻，所以伊册里面每一个主题拢有无共款，所以伊的主题情况，我来基督教式的文学风格是，因为伊是基督教家己大汉，所以伊写出来的文学风格一定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过来，女性主义的色彩，因为对女性主义这方面已经真关心，所以一定有女性主义的色彩。过来历史书家，因为伊个可能是伊做来受到一寡历史性艺术家影响，而且家己嘛读历史系，所以伊可能写出来底面会包括一寡历史事件存在。过来，真正明的结果是，不管伊这篇图片所在内底，头先是我遐乌啊，我遐负面，不过到最后伊的内容拢会甲咱推向光明的迄条路，安尼，所以拢有真正明的结果。过来是内容伊就是。我拄才讲过，伊拢用汉字为主，像阮一个诗的所在是，因为你看伊所在内底，伊无特别画晒，伊的所在拢是足清气的迄种画意，所以而且伊家己本身嘛咧写诗，所以你感觉咧读伊的所在内底，感觉有一种旋律的感觉，所以我甲讲这是诗的所在。主持人以及各位大家好吼。真感谢大家有互我这个机会，咱大家甲迄个阮有一个对位的时间安尼，来当互我读到一本，我感觉这是台语女性的一本真纯真美的一本小说。对这本呢，我首先要讲的，当时的伊有这是一个足感性，所以伊伊的文章也。文章足通顺，伊的文字真好。而且，所写的迄个字音有迄个我的对答吼。迄就是老师讲一笑的哦，因为伊听，伊看伫个PowerPoint就讲，阮主写写来，伊讲头一本是黄色的，第二本是紫色的。黄色是啥意思？大家知影，紫色伊讲是同性恋的啊，这是老师讲的笑话啊，互大家笑笑安尼吼。好，咱第二个我表姐是蔡宗义先生吼，咱即摆就把时间交互伊安尼吼。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营养师叫做蔡宗义。要是讲的是台语的语汇组词甲国语词的应用研究，我直接是用当年阿纯这本册的对话来做的。而且要先来讲语汇组词伊的功能，就是咱来看顶悬有4个例文，第一句是我无买食，第二句是我无买食。先摕这两句来做比较，第一句甲第二句无共的所在，就是伊语汇组词有加哩，还是无加哩。第一句是真单纯来表达一个你家己想要表达的代志，第二个就感觉有较华语是讲不耐烦，就是台语讲亚侪的感觉。第三个甲第四个嘛是摕来做比较，第三个是讲你是安怎咯，第四个是你是安怎，
咱来看第四个，就是要会加语尾助词的部分，伊就是一个真简单的疑问句。啊，第三个，你是安怎咯加这路着，亲像你厝内底人甲你关心，就是看你今日敢若无啥爽快，关心的口。过来而且要进入阿存这本册内底语尾助词的研究。伫咧讲语尾助词的时阵，要判断就是爱根据当时阵伊对话语境内底情景来做判断。会选陈明玲阿存这本册，就是因为陈明玲老师伊的写作就是较口语化。看第三个就是加强好范的功能。第八个是添数啊，你要去倒，那穿甲遐水。第九个是讲你毋知着通讲。会较伊对面人讲代理人是恁大家叫我讲的。这个添数啊，甲代理人，伊无加语尾助词的时阵是添数甲代理，伊已经是一个好范的功能啊。加会使加强，就是咱平常时生活的时阵，也是你叫一个人，譬如讲叫阮厝啊，第一届甲叫阮厝伊无听到，叫第二届叫阮厝伊阁无听到，咱就会讲阮厝啊，你是去倒位，就是有一个感觉。阮厝的，阮厝，阮厝是来第三就是加强意思甲命令有的语气。咱来看新罗甲千分是头家娘，看这新罗甲头家娘因的对话。新罗就讲，若安尼我就先来转，成为头家娘伊就会使讲，较就是亲像迄命令，还是命令的感觉，就讲你小等咧，我顶摆有甲恁学卡上讲一款写讽刺的花样，伊只小等咧就是咧命令即个新罗对等咧。讲像你的命令对方，就是你的身份，就是甲伊有一种较对比的感觉。像你头家娘会使命令新罗，新罗正常是无人咧命令头家娘，因为你免做到今日，就是明仔载要做。系啊，我伫未来要搁修改我的论文，有搁较会当搁较顺利安尼，我真欢喜咯，多谢。另外，我想要讲就是我附表的部分呢。年表阁有甲王志文就是访问过，其实我用真侪时间去处理，所以其实你大家当看了后，会当阁对王志文这人阁较深的了解。因为我相信在座这些人都毋甲王志文是像，你看嘛毋知天才这本册，但是相对这有兴趣的，我想对这本册有兴趣的，当然当到基金会应该是有卖啊，所以伊嘛讲大家你买来看，我真正感觉。会当伫心灵上得到救赎，多谢。好，真感谢非常您的评论。我两天先来做一下修改伫会后的英文节就会甲改好。以后都有讲到几点，就是爱画像举法种的树状图，安尼，阁有就是时态的部分，等下会做。当做是我较重点的修改，再来有讲到一个，我感觉对我感觉足有帮助，就是要做台语、华语甲客语这方面的比较。在这条就是我先甲我的客语加强学好安尼，真感谢，非常。